百度地圖，你真係傷咗我哋千千萬萬兩港人火紅嘅心啊！你傷咗我火紅的心啊！就喺琴日，百度地圖上線咗林雪嘅導航語音包。一提起林雪，大灣區嘅朋友仔肯定會諗起佢嘅粵韻風華。你老味啊！你乜幾條粉腸喺度妖言惑眾 ？OK， 你話林雪語音包收費6蚊，我最多食少碟腸粉買，但係你唔可以呃鳩我哋6蚊雞買翻嚟就得3個粵語。我係林雪，跟住我一定冇錯。其餘全程係 AI 阿雪嘅普通話導航，偶爾插兩句廣東話，仲要唔鹹唔淡。300米處有限速60拍照。呢鋪真係鹹酸菜多過牛歡喜啊！鹹酸菜多過牛啊！屌！本來見你百度地圖出個林雪語音包，以為你好了解兩港人嘅喜好，冇諗到你營銷搞咗咁耐，最後當正我哋係水魚。全體野生水魚。怪之得琴日上線，今日又緊急下架。百度地圖你將痛失1億大灣區市場。呢個時候如果我係隔籬高德地圖，我即刻搵埋李彩嬌、黃子華、鄭中基、林敏聰、張繼聰、阿 Bob 過嚟錄語音包，我睇你百度點頂。對牌子大佬。